咁今次呢首歌叫《叛逆動物》，主要係想講點樣去愛你自己，即係點樣去表現你自己最好、最突出、最閃耀嘅一面。今次呢首歌做嘅時候，我就跟住講，不如我哋試下玩一隻 New Jack Swing 嘅嘢啦。幾好玩嘅係廣東歌好耐都冇 New Jack Swing 呢個元素啊，咁就所以今次就特登揀咗呢個曲種嚟玩下。首歌個靈感其實係同 Gary 同埋阿謙，即係作曲同埋填詞人一齊諗出嚟嘅。因為呢隻歌都會喺我碟入邊其中一首啦。咁今年個碟其實係用一啲情感去出發嘅題目。嗰一段時間我都有啲迷失啊，即係好似唔見咗自己嘅一啲光彩咁樣。咁喺呢幾年重整翻一啲思緒之後，就發覺慢慢身邊點都好，一定會有人中意你，或者有人唔中意你。點樣去好好愛自己？因為你好好愛自己，你先至可以將自己最好嘅方面俾人睇。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主要係講一個點樣去呈現一個更加好嘅自己。其實好多時大家做一啲決定或者做人，其實都可以隨心啲，然後 go with the flow 咯。咁試下出嚟嘅嗰個係點咯？即係我覺得會有好有唔好嘅，唔好都係一種經驗。我覺得我啲經驗就係都試過好多唔同嘅嘢，當然都有好有唔好。咁我覺得所有經驗加埋之後，睇你點樣消化，其實係一個更加好嘅人。今次喺 MV 上邊，因為首歌叫《叛逆動物》啦，所以我想俾人感覺一種係悶味重啦，比較係 hyper 少少嘅感覺。咁佢啲情感上嘅，我就已經留晒喺歌詞入邊嘅部分，等大家去斟酌咯。今次呢個 MV 其中一個難忘嘅時刻就係有一個鏡頭係我哋成班舞者圍住一齊 cypher 啦，然之後我哋今次呢個 MV 有一個小小嘅主角 Even 就同佢一齊跳咗一段舞一齊 cypher。咁我覺得個 part 好好玩，因為Even 其實佢好精靈嘅，即係佢係炒晒 breaking 然之後有倒立小朋友厲害。呢隻歌喺我專輯入邊啦，咁大家數口精嘅話，今年我已經派咗4首歌啦。咁我之前講過專輯係會有6首歌嘅，所以仲有2隻歌咧會喺 album 入邊，但係嗰2隻咧就可能未必會拍啦。咁就嗰2隻咧就需要係買專輯先至聽到，當然你唔買好多陣都會聽到。咁當然買咗專輯就可以快啲聽到啦。咁就希望大家買專輯，耶！